证明应该是所有立委内面上资深的，嘛是所有立委内面上少年的，多好50岁，63年出来，无人比我较少年，伊即摆台南的立委内面，所以我相信，咱要用长枪长勇的精神，为台南来拼一个未来，互台南好徛起，互咱的后一代会当靠的地方，这是立委所期待、所想要做，因为27党咱太了解了，上山下海，东南东北，拼东拼西，我相信拢是为了咱的平安。所以而且拜托大家吼，我们现在是全民票哦。那拄好我行入来时阵吼，有咱的爱聊讲，好，你爱个民调，讲嘿，爱个民调。拜托大家若接到民调的电话，为伊支持，无论伊安怎问，无论地某内面敢有陈廷辉，不管，这就是咱的坚心。只要伊问，就是讲我要陈廷辉，有陈廷辉无陈廷辉拢莫插伊，就是我要陈廷辉，我这次要互台南有一个改变，互女性来做市长，互女性用爱心来顾台南这个，要甲大家拜托。